今日想教大家點樣完美運用呢部 DeLonghi 家用咖啡機。今次我會整蜜糖咖啡，蜜糖會比較清甜，亦唔需要額外放糖，飲起嚟層次會多咗。大家可以根據自己喜好落幾多蜜糖。然後今次我會用2 shot 頭，即2份咖啡粉18 gram。想要咖啡油脂多啲，玩拉花就唔好學我用現成咖啡粉，要多買一部磨豆機，新鮮磨豆。咩話唔知咩係咖啡油脂，咁你就要睇埋落去啦。呢度我冇認真量度粉嘅重量，所以萃取會快咗少少。然後就攞針攪鬆粉粒，確保每粒咖啡粉都能平均萃取。然後壓粉，呢嚿嘢未必一定要買，有咖啡師會認為呢嚿係智商稅。呢嚿壓粉器就建議買符合自家尺寸嘅行力壓粉器。咁就靚仔晒啦。開始萃取，然後就到咗最重要嘅環節啦，就係教大家打奶泡啦。啱先有提過隻杯係300毫升，所以我哋啲奶就倒去粒位下少少。打奶前放出奶棒入面嘅積水，另外你聽到佢抽緊水嘅聲咁，先代表奶棒用得。打奶時奶嘴貼近奶面，並放喺奶壺嘅3點鐘方向，咁係為咗可以令奶泡旋轉打滑支奶泡。見到奶開始旋轉，第一時間就要扯泡。留意我將奶壺向下移咗少少，就係令奶棒孔露出奶面就可以扯泡。要注意奶嘅溫度，一摸到開始熱就唔可以再扯泡。見到仲有粗泡，就要整一個水流捐返啲粗泡入底。呢個係進階技巧，新手未必要學住。呢度我少少蠢，仲扯緊泡，當係第2次俾大家睇我點整走粗泡。一摸到辣手1-2秒就可以停。啱先見到我哋啲奶喺粒位以下，而家喺粒位以上，代表打奶成功。打完奶記得抹奶棒同噴反啲奶出嚟。而家你見到一片黑色，就代表冇咖啡油脂，拉花會少難。見到啲泡都好滑，唔算好失敗。首先係 mixing， 然後將奶壺貼近啡面，將奶泡喺啡面浮出，即可拉花。呢度就獻醜拉咗隻山寨版天鵝，歪到 PK。最後有少少泡浮面就掟走佢。恭喜你學識點用呢部 DeLonghi。有咩要問 comment 我啦。